NDRODUC NDRODUCDIVOLANDUDAO.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应对照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应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2-3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义。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
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33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4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无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的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至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
前倒鞠躬，坤倒鞠躬。反对面座椅，就拜位，座椅，跪，三叩手，一叩，再叩，三叩手。起，座椅，前进就先跪，座椅，后位跪，三叩手，一叩，再叩，三叩手。先跪，提眉提双手针，提眉提，座椅，双手后行，提眉提，一叩手，弹进后线，上轻下左。
班开始，向吴吉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弘典传师祝福。请点施慈悲，前到鞠躬，坤到鞠躬，点传师好。各位先生大家好，请坐。请坐下。咱曾经理主席各位顾问领人、副领人组长、副组长，甲咱各位前面大家的早安。大师早安。首先呢，甲咱大家呢抱歉啦吼，因为这个咱今日回顾呢，咱总教务处呢拜是拜10点，应该咱前天大堂呢无去注意，所以讲互咱较早来嘛非常的抱歉，当然呢倒来。就会当带即个作业的活动呢，是袂歹那当然，今仔日呢，是咱113年1月份的的第2礼拜由于了咱伫112年，咱的班伫12月份呢，迄个来结束。那伫咱113年的正月。今仔日呢，来拜为即个恢复甲建国恢复了咱113年以来，对着咱个人在修行即个区块，加着咱生活中的迄个期许，咱拢会当来做一种的即个展望，当然嘛，希望讲日子愈过是愈好啦，愈过愈安稳，愈过愈平安，愈健康，当然伫遮互我报告，咱负责人呢，当然拄啊好，因为112年的迄个火过完，去伫泰国，所以呢，无法互咱参加伫咱今仔日的即个办会。杨经理呢，拄啊好，讲袂拄啊好，所以讲呢，就无来，而且呢，咱过去活动是104年呢，4月12来完成，落实。那当然，伫过去迄段呢，希望着咱各位前人大德，甲咱真济前大德呢，共同来扶持建设了着咱即个爱享佛堂。当然由咱负责人领导，甲咱所有干部前大德呢，共同来负责完成。伫104年的即个4月12日，终于来完成咱即个庄严的即个庄严的活动，这会使讲是可贺可喜。那当然，伫咱113年12年以前呢，拄啊好来碰到即个疫情，碰到即个疫情呢，当然推动了着即个道路呢，有所了着困难。因为恐怕了着即个疫情的烧过嘛，所以讲呢，来到活动的机会呢，会使讲是非常的少。当然，伫迄段时间呢，嘛拜在即个科技，
科技的迄个的迄个啥咧的迄个先进。所以讲咧咱有伫迄个线上，伫咱的手机是迄个各方面都还是伫咱的来顶悬咧咱有来举行着即个弹琴班，有着即个明德班，透过了着迄个班咧，大家伫线上，佮甲咱进每一暗伫9点咧，拢有伫迄个赖群组咧，伫咱各区咧的即个群组顶悬，拢有共同的上经，因为大家上经咧，其实嘛是一个机器，而且咧嘛是希望咱以后有时间会当多多咧来上即个弥勒真经啦吼。对于了着即个明德班咧，嘛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扶持，会借即个机会咧，咱会当好好咧来大家做伙研究，那当然对于了着即个咱为虾米要去即个爱上活动？当然伫咱即厝三层普渡上天降道，占着天允事业，咱即个普渡的因缘成熟，所以讲咧大道普渡，当然大道普渡三层，渡神、渡人、渡鬼，而且咧道传遍万国九州，为了着要甲即个道咧会当布满了着整个的世界。那当然，为虾米爱布满着世界各国呢？其实，伫咱世间来讲起来，分有不同的国度，无共国。但是咱的灵来自于伫天，所以讲起来呢，变成就是讲，咱的分灵是老母娘的分灵化成。所以讲呢，虽然是无共国度，但是伫先天拢是共一家人。亲像咱爱上，就是咱大家人共同的厝。除了咱有活动有班以之外呢，嘛希望大家呢会当经常转来咱活动，着大家会当泡茶，谈天说地，大家会当共同呢来探讨，嘛会当讲一个善缘，会当讲一个善缘。所以讲呢，拢是老母娘的囝，所以呢，咱大道拢一定爱普渡出去，普渡出去。所以讲呢，伫即个殊胜的因缘，感谢天运上天降道，伫普渡的时阵呢，咱要得到困难，拢是佛法违反本体，事事必负本心，一个较传落一个，那么呢，伫即个三者普渡，渡神、渡人、渡鬼当下呢，咱会当只要大家三愿成熟呢，咱拢会当来得到即个道，三愿成熟呢，拢会当来得到。咱得即个道非常的舒适，相信咱大家呢，伫即段时间来有感受足侪道理了后，拢一定有去了解，那么有了解了后，咱要安怎？唯有就是快马加鞭啦，快马加鞭，因为咱人的可贵是可贵，你有钱有地位吗？敢是？各位，伫世间我有钱有地位上好吗？是。袂是啥？得道修道。那么为什么要修行学道？是为了啥物？是靠得到。重点就是这个所在。所以先讲，咱要超生了事，你一定爱得到。亲像咱业因浅显的，会当佫一路好走啦花果园呢，佫去入的过来无几工呢，讲伊转去啦。那么转去咧，甲了解先是因为伊感觉艰苦，感觉艰苦咧，因儿子呢，因囝载伊去到新楼，去新楼住得紧的时阵，就等护士讲要来甲量势，也来甲处理。
结果护士来的时阵，甲因囝讲：啊，恁妈妈等伊啊，哦，安尼敢有紧？会紧啊，哦，所以讲起来呢，其实讲伊伫即条路呢，嘛行得非常的顺。哦，啊，因为咱经营浅浅呢，这个老婆山呢90岁，哦，会使讲对伫修行学道呢，会使讲是非常认真较拍拼。哦，当然伊家属为呢，当然得到是拢有，但是要出来修行当中呢有迄个困难。但是呢，咱经营浅浅，回去当然毋是干那伊。那么呢，回去了后呢，伊身软如莲，一天搁比一天呢，伊的面色搁较好看。当然咱只要有得道，嘛用非道摆定呢，其实呢，拢会当身软如莲，面色非常的好看。当然这就是有得道上介好的印证伫遮，伫这个所在。所以讲呢，咱要超生了事，你一定要求道。一定要求道。所以咱头拄咧讲，三者普度咧，道神、道人、道鬼。那么呢，伫这个所在，七天神嘛要求道。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会当得到这个道，会当身软如莲。所以超生了事呢，你一定爱求道。那么呢，当然九品年代，咱未来要得到九品年代，爱安怎？爱安怎？天公立地，天公立地，要办道。办道，因为咱即个是先得后修。当然伫办道来讲起，咱即就修行当然就是爱内外双修啦。嘛袂当讲我做个道人，我拢道人就好啊。嘛袂当讲我家己修好势好啊。道务我拢无爱插，安尼嘛袂使，因为你自了汉。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必定要会当，伫最后会当得到九品年代，你一定爱办道。你要超生了事，一定爱得道。当然呢，咱拢得到道，但是后壁咱要安尼修办，是为了咱迄点点。咱各位前年，咱真若拢无迄点点，咱敢会当伫遮坐？袂当。所以咱就知影讲，迄点零，身躯袂用是零是归队，正常是爱归到倒去分。所以讲呢，咱必定爱修行学道。所以讲呢，咱伫道场上呢，咱会来不断的有了真济的活动啦，有一寡班会啦，无非这就是讲，互咱会当修心养性的机会。尤其是伫办道的当中，千道错万道错，是咱修心养性上介好的机会。那么咱为着迄点点，无咱即世人来，有人会赢我上好起来啦，但是我死了后，敢会当查你？袂当啦吼。像咱即摆选总统，总统到5月份，是毋是还阁落任啊？嘛，总统人做安尼。所以讲呢，伫世间，其实到最后呢，拢伫有比无。大生是伫无比有，到最后，大家人拢总是伫有比无，归倒转去到了着伊的无嘛。所以讲呢，咱为了着即个咱的自信，要互伊会当了解着世事，倒转去归到迄个本位，唯有着爱修办。所以讲呢，伫咱道场呢，会使讲经常，嘛随时希望咱各位前年呢，爱度人救人。只要叫咱有因缘呢，亲像咱本着坛主敢若见面尔，伫倒咧小庄见面，伊就会来度化。咱杨太太、杨经理太太，见一个面，就甲伊问看，来拜拜刚好。结果嘛是去互度来。所以讲呢，咱有迄个因缘，拢是咱建功立业的机会，嘛会当培养。咱活动会当帮办，会当帮办。咱若讲会使来学理节啦，学人才，学线讲，亲像讲督办啊，还是个咱即个活动遮大间，当然呢，咱拢会当来成功表演。来成功表演，会当来
大家来做伙，做伙呢会当来学习条件，所以讲呢，活动需要咱大家，咱敢爱需要活动，系需要为什么？ 3000万，不可能。因为有活动，咱呢有活动有办会，亲像咱山里20周年庆，办了敢有成功，有去的人也是。办了好个办，真正好咧。50几台素食的大家拢可能拢差不多1000个打。即台无可能大家人共同的扶持，伫天文事业的加皮，所以讲呢，会当讲，来办甲非常的圆满，所以讲呢，咱伫爱上活动，有活动，咱活动，咱需要活动。 互咱学习了解，因为你有来会当了解。虽然做活动的工作，但是是为了着你的慧命，家己要健康健定。所以讲，咱需要活动，当然活动需要咱大家。希望咱有机会来把握，自从这个活动也当作是咱斗咱。所以讲呢，有机会呢，希望咱会当平常倒转来，用咱。 有生之年，即个身体搁健康的时阵呢，咱好好把握。若无一日无收，一日空，一日有收，一日功嘛。所以头拄仔讲着，咱最后会当回倒转去本位，爱是为空。你会当成功了完，就是为位嘛。你若讲伫修行，虽然有得到道，但是即种车票互你拢无去坐车，敢会够？所以讲咧，车票大家拢摕着啊，咱大家爱来坐。点点滴滴，咱无想讲迄免用着我啦，为啥物咱爱用着你？即使讲来扶持，比一个点刀无摆着我，我会当来扶持，嘛是做道有功，敢是安尼？咱的范讲师。 伊老师带去游天堂，伫咧看功德寺的时阵呢，咱老师啥物功德拢有一笔莲花顶悬，拢写看你是做啥。伊讲陪人食水果也有功德哦。你甲看，陪人食水果当然是按来得亲啦，按来得亲，就是讲咱今日有班，因为有排着工课，结果呢，煞困一个去去低倒去，结果人嘛来啦。来的时阵，伊的工课人已经全程甲安排有别人代替做。毋过伫迄个时阵呢，伊拄好看着有咱的道亲，尤其是咱会当招呼道亲，时光较紧嘛，敢是安尼？来按来因伫边仔坐，边仔呢有切水果，就伫遐陪因食水果，讲安尼也有功德啊。这敢有轻巧？ 这足轻巧的，当然，毋是讲伊爱来食遐水果啦，是讲伊来会当做道有功，所以讲咧，处处家家拢是咱成功了缘的机会，若无咱的时间有1分1秒伫咧过，所以讲一冬咧就已经过去，咱伫未来1年咧，希望咱对咱更加肯定，更加肯定咱即个道的殊胜的可贵。 会当珍惜着咱家己，佮有健康的身体，安尼咧，会当多度人，多幸福，多了缘，咱会当入去一个，我要来学人才，学服务，我要来学讲师，我要来学学讲三宝，有足济机会咧，希望咱家己发出了的即个愿力，会当好好来成功表演。 因为咱若接出来就习惯啦，若无接出来有当时无养成迄个习惯，有当时要出来对位，毋通为了着咱的自信慧命，咱爱培养咱经常会当成功表演，希望咱大家包括好势，213年的时阵呢，会当建功立业，一年搁比一年较好，安尼较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好势咧，不便去耽误，
或是而且嘛祝福咱大家2113年呢，拢会当身体健康，大家拢会当平安，感恩。谢谢，感谢慈悲大众行起。感谢点是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大众祝福。接下来我们恭请真点禅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恭请点是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点传师好。点传师好。各位请坐。请坐下。请坐下。我们洪典师，还有在座的顾问主席，还有我们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堂主人才，大家早安。点传师早安。大家好。好。互咱呢感谢着台湾师弟今日呢才会当伫遮来甲咱各位前贤共同来参与着咱112年的这个回顾。那么当然，咱今日有这个因缘透过咱副前人，甲咱各位点员所的慈悲，甲咱教务处的安排，那么咱今日呢，才有这个因缘，互较非常的欢喜。那么，但是呢，互我看到咱今日出席率，敢若无介悬其实呢，咱各位前贤内底，咱爱非常的这个感恩。其实咱每一个人，每一日拢爱抱着感恩的心。所以呢，互我伫火过月的时阵呢，就问阮国语班的学员，互我是国语班担任课的这个讲师。那么，互我甲伊问，阿姨，阮阿姨叫我口罩爱戴，你要翕相你逐工拢要看我，搁爱翕相。因为呢，互我为什么爱甲口罩戴？其实我这个口罩讲话是足喘的，因为呢，互我去香港做日搭转来，去香港呢一礼拜，就是讲有哪是去疗园，去学习着咱火过月的这课程，副前人慈悲咧，甲咱卢秘书长，互我学习的机会。那么呢，互我去到咱第2天就感冒所以呢，互我就伫遮感叹非常的这感恩。就是讲，互我请问咱在座诸位前贤，咱每一天上介重要的代志就是安怎？爱有精神，对不对？是。你若困去，像困去，像咱拄则，咱房间里咧甲咱慈悲咧，咱的江阴老菩萨，去到病院，人拢还袂疗好啊，嘛已经困去啊，对无？困去，伊敢叫会起来？叫袂起来啊！叫袂起来，就是表示安怎？这世人已经结束啊，对无？要搁徛伫遮讲话，无机会。所以，互我深深的体会。今日咱每一个人上介重要就是一定爱精神，对无？目睭爱开起来，开起来搁爱精神呢。那么精神爱安怎？爱非常的清醒过每一天，敢是安尼？你要过着清醒的日子，一定爱透过啥？透过修行学道。无你逐工像阮即个年纪，阮香港的前贤甲互我讲，电传师，你今年几岁？互我要去，拄仔袂记面头毛，小可有白头毛，伊看互我白头毛讲，敢有60岁啊？我讲已经就要70岁。伊讲为什么你讲话阁遮有力，阁遮看起来足正少咧？各位前贤，我今日若无伫道中学习，互我敢有即个年轻的心？绝对无。因为咱的道心是永远年轻的，所以伫遮咱甲各位前贤共同面对，每一天拢爱醒起来。咱醒起来的时阵，一定爱清醒过每一天，而且爱抱着感恩的心。
因为你每一工拢有感冒的心到，我就通化苦，而且爱有知足哦，啊，佮四肢健全，对无？哦，佮身体健康。那么咱敢爱每一工的班会拢来参与，一定爱，各位前贤。咱伫咱台湾，互学去到泰国，去到香港，咱台湾的环境真正是上介赞的修道环境。因为呢，咱好老前贤甲道将大陆带来到咱台湾，那么咱讲卤水环条，互学已经4年无去到大陆啊。啊，为什么4年无去大陆？因为疫情，因为一寡政治宗教的问题，互学毋敢去。咱前日副前日甲阮讲爱注意，爱谨慎哦。啊，所以呢，伫这因缘，咱也4冬无去。那4冬无去，遐个前日敢会，逐工拢伫遐讲，江妈妈你定是要来，有无？逐工互学的微信，逐工就有迄人才讲，江妈妈定是要来泉州。因有伫遐期盼咱点文书过无？有，因为无点文书过，敢有法度求道？无天命点文书过，有法度人求着先天大道胜利者。所以咱今日呢，咱经历这中灯改前贤呢，咱家拍一个谱啊。因为呢，今日呢，哦，8点就到咱爱上啊，所以呢，咱可以知影8点就办道。互咱中灯改前贤呢，今日求到了胜利集团先天大道，所以家己非常的恭喜钟先生，恭喜！非常的感恩，求得了非常的感恩哦，伊的咧奉事的这替天行呢，哦嘛对伊来求得呢，哦啊，所以讲其实。咱今日当来求道，爱感恩上天公道之恩。哦，咱祖师爷皇子孙师的代表，统领天命，那么甲道传来到咱台湾的，咱今日才有这个因缘，所以咱好好的把握。那么何况呢？今日无要甲咱分享足深奥的道理，因为今日毋是讲课的时间，今日是祝福的时间。那么何况呢？要甲咱祝福进前呢？何况要来甲咱各位前人分享，因为何啊，今日是。香港，咱义和圣堂香港的活动。那么呢，咱香港的活动呢是规个咱宗教的心理和平咱经合单位，咱鲁秘书长呢，咱经合单位呢来做一个管理。那么互学第一天去到香港活动，一落车呢落飞机哦，毋捌去吼，真正互学吼。迄个落飞机，想讲即摆走美国，你若毋是走泰国、走大陆，拢无咧写出入证，对毋对？啊，我看人咧飞机顶咧分出入证，内面就我甲内面讲师去，内面就讲经理，敢要写出入证？我讲唔免啦，即摆毋是用开放啦，免写出入证。阮两个就傻傻坐在那里，哦，啊落飞机，落飞机迄是香港是足侪国家咧去的所在。所以呢，我安尼就排安尼一年过一年过一年，各位前贤排到要验关迄个所在，迄小姐讲爱台胞证加你落护照甲台胞证，我伊就讲小姐，啊你的出入证，出入证呢？爱写出入证，无写敢会当互你过？有啊。阮两个就搁安尼做，总倒当来写出入证，对不对？啊写出入证了。爱怎？顶排队。分去啊！内面讲哪安尼？我讲搞顶排队，搁排到半点钟，搁到啊！到的时阵呢，就互学摕出来。我出入证呢？各位前贤，毋知落伫对。安尼有唱无？好事多磨。好，咱内面讲你先过，内面徛你空，我徛咧一空。我感觉搁倒转去写，但是已经有遐有服务人员看我足慌张啊，对不对？我是摕着台湾的护照，因为护照分色，大陆的是稍微紫色，咱台湾就青色。伊看我摕护照，
伊讲小姐你不用慌张，伊讲叫我免紧张啦，你搁去写一张吼，等下吼你来找我，我互你审过。各位前辈，咱这是好人，所以哪有拄着好人？我就赶紧去写咧，头一天吼，为了不要写嘛，迄支做细支嘛，行行来标的，写一届来，写第二届，敢有熟啊？写，足紧就写好啦。伊就真正甲我带去。各位前辈，咱真正伫咧毋捌的时阵，敢有足济会行着冤枉路。那么各位前辈就包括学校。咱今日一求着先天大道，咱有道人去求，有道人去修，咱敢会把握，绝对会把握。学校去到香港，咱香港佛堂就飞机呢，咱秘书长呢就请咱严明进检察师甲咱遐个总务施先生呢去甲阮接，互我是当做有轿车去甲阮接的吼。结果毋是搁带阮已经2支脚就要转去啊。伊互我要出门之前，互我的脚就无爽快就伊就甲阮讲坐巴士，阮甲伊去单车，等半点钟，因为明明看到迄个 A11，下时阵阮约袂赴啊，人已经驶去，搁伫遐徛半点钟，徛半点钟了坐上去，迄个巴士爱坐1点钟。那么香港的路呢，就亲像迄安尼白顺的摇，我家己讲，这车哪遐恐怖，搁坐顶悬，迄种足悬的2站，哪遐摇像迄晕人的，比飞机较摇。伊讲香港的路就是安尼吼，所以呢，互学来到佛堂的时阵，非常的欢喜，想讲安尼已经到达目的地。那么到佛堂呢，互学去用呢，拄啊4点。各位前，阮到佛堂拄啊4点，4点因遐咧创啥咱敢知？咧献香献香献晚香，献了，互法度天道献了嘛咱连调师甲严调师甲迄个总务3个天道献了，换阮困倒，迄作用。电视你跪遮，我讲唔免啦，我跪遮就好。伊讲袂使你跪遮，互我跪遮。等下献香100块完以后，你敢知还搁安怎？感恩1000块。各位前辈，涂骹已经行到骹要断去，搁爱1000块。迄个时阵，我刚才徛起来，我讲，迄助理讲，电视你敢有法度啊？各位前辈，迄个时阵我感觉有法度，一定爱有法度，对不对？感恩1000块完以后，徛起来做伊感恩里面一讲，搁爱忏悔1000块。各位前辈，互我一下发头。看后壁的浅显，因为我哪到位就会显声，我还袂看到全部的浅显，对不对？我头80几岁，拢有拢白头毛的足多。80几岁为虾米有法度拜2000块？互学敢赞叹，真正就是2000块，才献香礼品一讲，了，互学敢赞叹讲。老菩萨，请问你今年几岁？伊讲伊85岁，我是85岁后80岁，后78岁后，因的诚心献香了后，我甲咱各位前人分享献香了后，咱的佛堂虽然无做大间，因着一个虔诚去捐准倒布来互我着做者迄土把，将掠一支，将摕一块倒布。对头到尾，将切一扎拢毋免分配，各有钱个，逐工拢切啊，互我去1礼拜。迄玻璃毋知是要切互破，壁是要切互比白金还是乌金白金啊？伊愈切愈白嘛，你切入金，逐工拢切。因迄老菩萨敢会花忝，拢完全拢袂花忝。煮饭的煮饭，煮菜的煮菜，阮等下6点要食饭。阮讲合作了，煮熟食饱，搁爱成全呢，搁爱听课听了到倒。第2天来台湾，大家拢是安尼做的，早晚都是2000块，早上感恩1000块，忏悔1000块，下午4点又感恩1000块，忏悔1000块，而且还念着祝祷文、忏悔文。或许就甲咱的助理讲，甲咱两边讲师讲，我讲
即个祖德文伊晓讲闽南语的吼，因遐讲闽南语的，我讲华语，因会甲我讲讲师请讲闽南话，因为因拢过来，因拢是为大陆来，泉州来的、漳州来的，拢是大陆来、福建来。所以呢，伫即个因缘呢，互我感受着因的心性。献香了，小组成全。献香了，毋是讲好啊，安尼大家拢等，搁坐落来。老师的话，可以来点燃诗词杯，互你献一段。比如讲像即位前贤献着你献哦，你献着了，你爱读一段，读一段了，点燃诗爱做主笔的开水，逐工的，啊来就开班啊，2工连续开班。下早啊火过元，下早啊清口班，下晡成全，下早啊火过元，下晡搁成全，拢完全遐个人咧听。一个清口有20几个批班，互遐个有几上人都袂记即秀出来互你看，这拢是事实啊，互我袂当胡白讲。所以呢，互我为虾米要分享即段，敢若各有一个分享，就是讲咱别人的精神敬献书籍。咱因的精神，咱爱学倒来，是毋是安尼？啊，互我有看到尔，互我敢爱等下甲咱分享因为咱爱学习伊修办道的精神。老菩萨愈老愈修愈欢喜，而且办道愈办愈中纪，足有规矩的，出各方面，形象可下。而且因的办道吼，互我昆道点乱书嘛吼。因遐拢是昆道，迄拢50外岁的少年啊，听着讲昆道点来算办道，昆道拜班吼，开始去度人，互我已经感冒拢无声咧，是个请互我点道，为虾米？互我点伊带咱拜班啊，互我烧声来点，安尼带单地到请单落，消了，所以转来到厝里头就是好有够济啦，互我伫遐毋敢食药啊，所以伫即个因缘，互我今甲咱分享，而且因的，你敢知因的分道头前迄透早来，我想奇怪，透早来，大家拢要包红包是咧包安怎？大家拢摕一包红包红包笼啊，互我就徛伫遐，注意看，看因拢包偌济就对啊。20，过一个年20个感票拄啊咱遮的8十。差不多10包，我看大家老婆侪拢包20，后10箍的，10箍的一张纸，10箍。时间到了哈，那个10箍就是咱的40箍。但是因逐工来，拢会放红包里来献互贤分。那么这就是啥？就是布施的施。伊毋是无畏施尔咧，因财施、法施、无畏施，3施是并行的。所以这因缘，互我感受咱因的老菩萨。逐工拢会行路，逐工拢来佛堂，下早啊，甲下晡发道。因讲因拢袂无聊，因为下晡有成全班，献香了有小组成全班，下昼小煮的食食，下晡小可拢拍伫桌仔咧困，因为无拢常通困。若爱上实在真正有够赞咱若来功德，像即摆有咧功德对毋对？拢来佛堂，做伙煮食，咱会当到遮倒落休困的，因遐无啦，房间有够细，寸土寸金。所以呢，咱今日伫咱台湾修办道的环境会使讲非常的友好，所以咱一定要好好来把握着咱研究这个环境，要有这个修道的心，诚心、用心甲坚持一定要摕出来。所以呢，互学呢伫遮甲咱做一个祝福，就是讲，今年几某年已经过啊，咱来影响的就是咱的良年，就是咱明年要有展望，要有新希望。那么要有希望，当然咱教务处甲咱做一个规划，课程的规划，但是咱的心要有抱着满腹的希望来修学道，咱今日才会当成就。因遐一个要清口就办，2个清口嘛办。那么当然，咱台湾有咱台湾的即个课程，咱老婆师讲来讲，有清口了的家庭就无共款啦，求道了后，因的心态拢无共款。所以因遐来搭一个香港佛堂细间，规
旧年360个求道。哦，因的道亲是足爱度人的，只要去买菜看到人，迄人毋够势，汹汹行出来，我行一个交内面，知影讲，啊，恁即摆要行去对？因无咧靠右边走嘛，无咧靠左边走，只要你莫烧路，你就当去。哦，我安尼看到迄个人，我知影交内面两个怎啊牵的，里面要行去对去，人真的很多。哦，啊，所以讲，咱今日台湾是宝岛。哦，是宝岛。那么咱今日会当来透过修行学道、求道、修道、学道，一定爱修办到行功立德，咱才真正会当了脱世事。上天无迄个无功德的佛菩萨，绝对爱有功德。所以呢，咱今年初1到初3有办道，初4到初5会当申请。哦，咱甲咱的有缘人一定爱出来求道，尤其咱的子孙。哦，一定爱出来求道，求道是后伊会当愈来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互我会当甲咱甲咱分享到这个所在。啊，今日看到咱大家会使讲非常的欢喜，祝福咱大家会当身心愉快，幸运会当如意。谢谢，感谢天感谢两次慈悲大众同时。感谢点师慈悲前道主公、坤道主公，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师父，我们带来的祝福。多谢，请坐下。咱刷落来吼，要来卡业吼，咱来找看相片内面敢有咱吼。首先，咱先来回顾咱的第一个算总影片，等一下佫有较远的影片吼，咱来观看第一部。影片，没有出来哦，影片。咱进影片还袂出来之前吼，咱各位。请先咱的卡拄仔来回向一下卡拄仔点燃师感慈悲的话吼。咱今年已经过，旧年112年吼，已经过去。接下来113年呢，咱要安怎开始展望未来吼？先回顾完过去之后，再来开始展望未来。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欣赏一部影片，声音再小一点。谢谢。我娘甲咱看片都相手。牵引着
咱来运动，咱来从咱老母娘去看起来。因为运动，所以咱会当甲刀传播到四方。嘛，因为伫遮，所以咱熟悉着做者通宵。接下来，咱要来回顾的是为今年开始，咱正感觉未来会当免戴口罩啦。但是2012年咧，还是开始人还佫有限制，咱即摆来开始回顾。跟我们同修一起走过的所有的班程，我们来回顾一下。咱来看卖啊，咱有伫内面无？咱伫内面咧做啥物？头拄仔电视有甲咱讲，咱遮行过的脚印，咱所有经过，咱来了愿，咱来帮办的道业伫倒位，咱所有的足迹就是我们的道迹。念传书总是上无闲的，一个啊伫国外，一个伫国内，有时啊爱办道，有时啊爱做道，伊嘛有伊的家庭，伊嘛有伊的辛苦无人知的所在。但是咱拢看着相片顶悬，拢是遮尔啊光鲜亮丽，咱拢会感觉浅显坐伫遮做正常。但是咱想看卖，要点出咱处理的。有一天，咱若是倒伫急诊室的迄个人，咱敢准备好啊？还是咱还佫有真侪遗憾，咱拢还袂做好？即个过程就是咧实验互咱看。各位点是为道牺牲奉献，伊就是看头前像咱的照明灯，咧甲咱讲朝这个方向，跟我来一起做。这就是咱看到，也阁有咱看到台仔顶的讲师，看到伫头前咧帮办的前线，咱上看袂到的，就是一群默默伫厨房咧甲咱斗相共的天厨，伫楼骹挂好，伫头前，咱要请要几入来，也甲咱指挥交通。所有一切的前线，拢所有了咱逐个人做伙走入志工的行列。志工毋是咱嘴咧讲，咱坐伫遮，会当伫遮，人做好影片互咱看，做影片后壁的前线，伊有可能有人去，甚至伊爱去影相片，翕相的前线，伊爱认真认真紧，啊，搁爱认真配合咱的长官，互咱坐伫遮会当练习。各位前线，享受好像很简单，但是要付出努力。做出成果，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如果没有同修，
没有各位前贤大德，我们没有今天所有的一切可以坐在这里共享其成。各位前贤，心中抱着感恩的心，看看影片中的自己，或看看影片中的背影，我们每一场都在吗？或者咱每一场拢在做啥物？欢喜者较欢喜，在咱的前贤的面顶馆，拢会当流露的非常的感恩。各位前贤，我们感恩吗？感恩。像台仔顶讲好，敢若看起来真简单，咱会当坐伫下底，感觉人讲了好，感觉人讲了无好，咱会当做批评者，咱会当做评分的审判者。但是各位前贤，谁来为我们审判？谁来